加上新的SD 卡、记忆卡，还有像 OTG 加入USB，然后来看档案，然后管理手机上传文件打开，那个文件，还显示这个有内部公用9.0跟 SD 卡，我现在用。可以装 USB 的 OTG 的大头传下去，还有这个手机电源功能不能去还有管理员看手机3.5的，刚刚跟现在的差别。所有的左边这两个下面就是 USB 出电方式，小小的空间的前面的 USB 还可以接得到，TV 的网线，太大的容量的是行动是接不到。USB 可以接得到。USB 的装置只能按手语 ，USB 出成装置只能按手语。文档照片。我将出口的，你是
是那个知道打分了，知道打分了，知道全都是要可以说了。那个人知道平分6组的，这个就是加拼的20G卡又加跟 OTG 那种这台转换台。然后连读 USB， 然后可以从转换管理员读那个 USB 里面档案。